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议员汤姆·苏奇受邀出席西藏议题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和司政对德里前首席部长希拉德克西的逝世表示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致函祝贺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署呼吁中共公布为达赖喇嘛庆生而入狱的藏人。拉达克藏传佛教徒和穆斯林社区聚集一起参加夏季大法会。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达赖喇嘛尊者接见藏医立算学院毕业生，司政会见西藏儿童村学校夏令营学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0号，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协会的组织下，在该协会会议厅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议题的会议。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戈文和议员汤姆·苏奇、藏人行政中央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出席了会议。当天，约有300名当地流亡藏人民众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时，会议主办方西藏协会主席发表致辞，感谢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议员汤姆·苏奇为首的到场嘉宾的参与。随后，国会议员麦戈文介绍了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计划更新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以提高藏人行政中央的地位和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重视。国会议员汤姆·苏奇和麦戈文主席均在会议上全力支持、大力推动西藏自由运动的同时，保证在明年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帮助受宗教迫害的幸存者，并且承诺届时会有西藏代表的参与。印度新德里前首席部长希拉迪克西于上周六因心脏巨停去世，享年81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给他的儿子桑德普·迪克西表示哀悼。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指出，得知您的母亲去世令人痛心，您的母亲曾过着非常有意义的生活，她一直致力为他人服务，很荣幸曾与她有过几次会面，她一直是藏族人民的密友。达赖喇嘛尊者为逝者希拉迪克西和他的家人祈祷。司政洛桑森格也向希拉迪克西的家人和亲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指全世界的藏人将永远铭记这位西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并与他的亲人和支持者永远站在一起。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致函祝贺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7月16号，欧洲议会投票选举德国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为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11月1号正式接替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成为首位女性欧盟委员会主席。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表达了祝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也于23号致函，祝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女士被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另外，西藏安多阿坝县9名藏人因在2015年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而遭到中共拘捕。2016年12月6号，中共阿坝州马尔康中级人民法院对9名藏人各判处了6至14年徒刑。近日，联合国负责言论自由权、文化权利等问题的5名特别报告员，对因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和倡导文化和宗教权利而被监禁的9名藏人提起的指控表示关切和质疑，并联署要求中共公布上述藏人的下落，并就他们所谓的罪行作出说明。5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信中指出，这9名藏人的案件审判未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而且他们被关押的地点以及现状也无法获知。
特别报告员们还担忧，中国当局正在监控、恐吓、骚扰所有藏人寺院，试图中国化藏传佛教，完全掌控西藏的信仰。联署信向中国提出8项具体问题，包括上述藏人的罪名、现状等详细情况，同时呼吁中共确保藏人的观点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拉达克努布拉山果赤荣噶举寺召开1年1度的夏季大法会。拉达克藏传佛教徒和穆斯林社区聚集在一起，参加本年度的夏季大法会。在7月15号的法会开幕式当天，知名的创新者和教育改革者索朗汪丘致辞，感谢了达赖喇嘛尊者为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宗教和谐所做的努力。索朗汪丘在当天的致辞中提到，在世界分离并远离彼此的时候，甚至在拉达克，甚至同一个教派的各个教派彼此分开，产生不同的教派而有所差异和距离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宗教和谐信息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7月13号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2周年的日子。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没有改善，依然是世界上拘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至少有112位记者目前在中国坐牢。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区负责人埃维昂就此指出，尽管这种谋杀引发了国际混乱，北京方面依然继续系统虐待被拘记者的政策。埃维昂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施压，要求释放所有新闻自由的人士。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五7月19号在达兰萨拉的宫顶接见了藏医力算学院的毕业学生和教师。7月19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宫顶接见了藏医力算学院的教师与毕业学生，并提到了有关西藏传统藏医上的5大名学。达赖喇嘛尊者向学生们指出，人충에 제 차디요래 딜러고 그랬으니 쇼고야 비규치 계죠. 그 섬참 시야디고로 얘래 무시 자원가베 직송요래 자원가베 농단을 용이다. 자원가고 그런 충배 님이 제 사다 까르마다 지고다 뜻에 지금 안 되셔 싶겠니. 세상 상부 쉬우죠래. 인디 쇼데 장장서제 뭐시 세상 디그도래 계획 튼주의 먹고 사요레스. 야 장장 다인 거로 장장. 디칠로 사갈 지드즈제기 시 미자 디두사디 레그터는 누구 좀 어떤 칠로 사가가 터네 시작하고래. 죄송아. 사들이 이네 이네 당 아주 미주중샤되기요래. 이제 쓰를 내지 손을 채니 지금 거리에는 편도를 두고 단창도 집어서 롱된 시대다 아주 벽이 내주디 아니 요 그래서 저도 샤도게 장 집어서 샤이베 아니 하나 아주 디 자제 주단으로 찍도 쓰이니 아니 그 자전기 교tip지 그 교론으로 그 세버치 준비는 디크도리아 아니 가서 더 봐. 도도르지 더간 쉬어이나 또 디마 제토그리스 드리 셰스 유구도가 통문이 와야 시기사스마도 제가 저한테 집어서 지금 자전기 교체로 직도 쓰니 아니 먼저 표기 전달이야 지디 자전기 교회다 하나 지금 그게 텔 셴베탄에 아니 먼저 지금
特别从那里啊，这个下这个谣言的没呢，这样子基本性质，我啥意思是给没？加上我这一点样，那就民国的各自那个这些速度啊，各自是了对，中国的倒是找也这个说不起，对国的兄弟找也这个，加上的作用对不起，那个这些的加拿大找也对不起，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任秀起啊，苦读起啊给，苦个越来可多了呀，这倒是任秀起头呢，要么着，是什么？是大的。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接见前来参加西藏儿童村夏令营的印度和海外藏人学生，呼吁学生在勤学知识的同时，立志为西藏自由事业做贡献。7月20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在嘎夏秘书处会议大厅接见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士、法国和澳大利亚的32名夏令营海外藏人学生。司政罗桑森格在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在海外出生和成长的藏人青年的身份问题，以及通常所面临的难题。司政呼吁学生要融入各自所在区，但不要在融入的过程中被同化。同时，司政还提醒学生处处不要忘记自己是藏人的身份。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